嘿，精神兄弟，咁機械師 MS 嘅90或者110換咗前後嘅卡鉗之後，好多嘅車主就反映佢嘅原廠嘅上泵嘅推力就變咗唔夠啦。咁有啲車主咧想經濟啲，就上翻一隻咧就係 E200嘅一個原廠嘅上泵。咁今日呢一個車主咧就帶嚟咗一隻叫做 PT 嘅定製版上泵。咁一隻上泵咧，網上有好多人話幾好用。咁最主要佢嘅喺網上嘅數據，佢就話呢一隻上泵係屬於定製版，佢喺排油或者你裝完咗上去之後手握剎嘅時候，佢就唔會有個防飛油嘅一個裝置，因為官方就話佢係雙油路回流嘅，所以咧你無論你排油或者平時剎嘅時候咧，佢就唔會話有飛油嘅一個跡象。咁我哋今日上車試試佢嘅效果，睇下係咪好似預期嘅咁好用。上泵已經安裝好咗啦，咁啊完全係唔需要戒殼，咁咪睇到完美直上，一啲都唔使戒，一啲都唔使戒。手感點啊，阿老細？Very good。我屌嚇死人啦！仆街！